北上珠海睇樓，預算300萬，每家每戶一個無人機停機坪，仲係開發商免費贈送，坐喺屋企就可以收快遞。我可以話呢個4化宅，睇完我真係想即刻落訂。其實我阿爸阿媽咧就一直都有諗住返內地養老嘅，咁咁啱咧就碌到咗珠海高新區嘅首個4化新型住宅，地理位置都好好㗎。去深圳、珠海、澳門都係半個鐘，所以今個週末就即刻過嚟睇下。總裁歡迎回家。由香港返嚟內地生活，我哋屋企人都想住大啲，所以今日主要睇115方以上嘅示範單位。呢套115方嘅得房率做到去100%，有3間房、2個洗手間。第二套係125方嘅4房2衛，南向而且雙面通風，光線都好充足，一入嚟就感覺超開闊，仲可以睇到公園嘅景色。而家所見到嘅好多都係交付標準嚟，基本上買啲家私就可以入住啦。其實講真啦，睇到呢度呢個開發商嘅戶型設計的確係幾好嘅，但係真正打動我嘅係呢度嘅高定生活館同埋公園，有20幾個主題社交同運動空間，可以滿足晒全年齡人群嘅需求。行到嚟公園，有一種去咗新加坡濱海花園嘅感覺。室外有700個平方嘅梵高星空懸掛泳池。除咗室外嘅無邊際泳池之外呢，室內呢仲有一個恆溫嘅泳池係俾到業主使用嘅。每日返屋企就好似去咗度假村咁嘆。咁最震驚我嘅係成個小區嘅公共空間啦，以及每戶室內都安裝咗監測系統，24小時監測住每位住戶嘅安全同健康。譬如智能家居安防監控、廚房煙霧燃氣監測、自動斷電停氣等等。講佢係科技加新一代好房子，真係有依據㗎。如果接阿爸阿媽過嚟養老，即使我唔喺佢哋身邊都安心好多。落樓5分鐘行到華發新天地，10分鐘車程到寶龍城，20分鐘直達山姆會員店，購物仲方便過去香港。最緊要係華發嘅智慧養老模式，社區醫院加智能監測，仔女隨時知道屋企人嘅健康狀況，管家服務隨傳隨到，生活瑣事完全唔使擔心。呢度可以睇到喺呢度住嘅老人家嘅身體狀況啦，同埋佢每日要食嘅嘢、做嘅嘢都會喺度全部安排晒，係一個智能嘅康養居所。連視頻通話都可以直達香港，親情零距離。我頭先真係好想即刻落訂啊！打咗個電話俾屋企人，佢哋話約下次一齊上嚟珠海睇。